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陆续侵入到世界各国。感染科的医师讲，未来2礼拜是疫情的观察期，讲这个月台湾真有可能就会为入境的旅客当中检测出这种的新型变种病毒。不过只要做好着隔离，挂好着喙罨，社区就会相对安全。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快速探到全世界6大洲，拢已经出现病例。即马已经12月啊，台湾要迎接头一波过年返来台湾的人。国内感染科医师断言讲，就可能出现这款的变种病毒。未来2礼拜是观察期。入境旅客得到 Omicron 进来，那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至于 Omicron 会不会进来台湾的社区？这就不一定。在肌蛋白有30个变异点，那导致它比原来的这个 data 传播力可能增加5倍啊。那它慢慢流感化，所以传播力强。新冠病毒一直改变，检测的结果有时是阴，有时阳。医师建议讲，鼻炎检体甲脑后的喙烂拢总爱验，安尼较袂出问题。它病毒存在的位置，可能不见得采得到。鼻咽腔或者是喉咙的深部的黏液或者是痰液啊。也许可以交替使用，这样子啊，才抓到的几率比较高。目前的共识就是要赶紧做第3剂，提悬体内抗体。专家建议讲，无论是进前2剂做的是新款的预防下，第3剂拢以 mRNA 为主。指挥中心初步拟定做2剂 AZ 的人，第3剂会使经 BNT 还是莫德纳 ？AZ 套莫德纳的人，第3剂会使经莫德纳 ；AZ 套 BNT， 第3剂就是经 BNT。也是讲3剂拢是 BNT， 3剂拢是莫德纳。若是少年人较烦恼这个莫德纳的副作用，医生建议讲，会使评估状况，改做 BNT 的预防针。30岁以下的话，会有心肌炎的顾虑，尤其是男生。第2剂以后不良反应很严重，那经过6个月再打第3剂，它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可能是类似的，它也不会说继续增加。若是老大人，依照国内外临床的研究，无论对一种 mRNA 的预防针，伫老大人的身上副作用拢较低，所以讲经对一种拢无要紧。重点是第3剂疫苗要赶紧做。